第2屆多伦多中华电影节日前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盛大举行。电影节致力于把充满中华文化特色的电影带到多伦多，让大家一次欣赏到7部精彩绝伦的中华电影。今年特别有由高志森导演兼编剧、洪金宝主演的动作喜剧《岭南功夫少年》在电影节中进行世界首映，2位影坛重量级人物更是特地从香港飞到多伦多与观众见面。这么难得的机会，当然要立刻和高导演合照留念，现场气氛相当热烈。会场突然多了一股强大气场，原来是洪金宝大哥登场了。洪金宝大哥纵横影坛超过60年，身兼演员、导演、监制与动作指导等多重身份，更是香港功夫电影的象征人物之一。大会更向大哥致敬，感谢他多年来对电影的贡献。电影节特别在这一晚颁发加拿大裕丰电影荣誉大奖给我们敬爱的洪金宝大哥。这场电影节不仅让一群热爱中华文化的朋友齐聚一堂，交流电影心得，还能近距离与2位影坛巨星见面，最后一起观赏《岭南功夫少年》的世界首映。活动内容相当豐富，更幸運的是，我們還能與高導演、洪金寶大哥面對面交流，聽聽他們的真情分享。咁喺度咧就先同多倫多嘅朋友say 聲 hello 先，咁希望大家咧就係身體健康，心想事成啊 ！Hello， 大家好，我係洪金寶，我都喺呢度祝你哋咧身體健康，萬事勝意，今日日日都咁開心，多謝。呢套戲咧就叫做《嶺南功夫少年》。咁呢部電影咧就佢基本上係一個係嶺南嘅古仔，講一家人就以洪金寶先生嘅角色為核心，講4代人嘅。我喺疫情前咧就已經係改編咗做《佛山功夫少年》，係一個舞台劇開始嘅。咁當然咧，當年飾演洪金寶嘅角色咧就我自己，我自己做埋演員。咁由於個反應好好，咁於是咧我就好多人鼓勵我將佢改編成為電影。咁我第一時間諗冇理由自己上㗎啦，係嘛？我心目中認為最啱呢個角色嘅咧，就係請到洪金寶大哥嚟演咧，就冇得頂啦。咁結果我真係夢想成真，就真係請到佢嚟做。好多嘢啊！你聽下高導演講啊，呢個唔使講，我哋中國人嘅熱血同埋流嘅血都係有呢種共賞嘅。共同嘅意念、共同嘅思想，冚唪唥都有。所以高導演請我拍，雖然我唔了解成個劇本好多嘢。但佢所講俾我聽嘅，我做嘅嘢都有感覺。不單止係我哋喺我哋嘅成長路裏邊一個偶像，即係我睇住佢哋，我哋睇住佢嘅電影，睇住佢嘅奮鬥，睇住佢喺電影裏邊所有喺武術方面、喺表演方面，甚至喺嗰個導演手法方面嘅貢獻。我哋認為咧，譬如我哋琴晚食飯，我傾開，我話洪金寶先生對香港電影貢獻，唔係話我每年拍一部戲出嚟，嗰部戲咧就好賣座㗎嘛，拍1年1部啦咁。佢喺我哋香港嘅全盛時期，電影界嘅全盛時期，講緊80年代，就講80年代，佢一個人撐起2條院線，前無古人，到今日冇來者，所以佢今次攞終身成就獎喺我哋香港電影嚟計係100%實至名歸。多謝。就而家後生嗰輩最緊要堅持啦，因為你哋仲有啲能力，同埋你哋嘅思想同我哋嘅思想係以前唔同嘅。所以而家攞你哋自己而家嘅思想去想辦法捉住，唔好搖動自己嘅意志力去衝，對香港電影一定有幫助。我梗係希望觀眾一路去支持去電影睇電影啦，因為喺電影睇電影，你先至感受到電影係乜嘢東西。唔係話喺個屏幕度呢啲咁啊就可以睇到感受唔到嘅，你喺戲院就感受到啦。